耶稣的故事第三册，耶稣的譬喻。第一课，耶真的农夫。耶稣有讲真侪譬喻。耶稣讲譬喻的时，伊的学生甲真大阵的人做伙来听。伊所讲的譬喻拢真白。这课的故事是关系一个野种的农夫。这个农夫在野种的时，种子无拢落伫园里，有的种子加落伫路边，也伫路边的种子铺伫土面。鸟仔飞来食遐个种子，食了，鸟仔常常爱食土地的顶面的种子，所以遐个种子袂通保个。这个园边有石盘，农夫所野一部分的种子加落伫石盘顶，去所在的土真浅，加落伫遐个种子有保个有发起来，总是因为迄个土真浅。袂通顶落去，有保个起来，总是真紧就打去，袂通大丛，所以种子袂通伫土浅的所在中大。伫迄个园里有刺仔的所在，迄个农夫所野的一部分的种子加落伫刺仔内，遐个种子有保个，总是刺仔真大丛，刺仔慢慢搁较大丛的时。刺仔抓爬遐个身影，因就打去，无一丛会结果子，拢是互刺仔抓爬。无偌久，只有剩遐个刺仔。迄个园大部分是好的土地，迄个农夫所野大部分的种子落伫好的土地。遐个种子有发起来就大丛，有的种子发起来结实到100倍，总是。有的种子有结100倍较低。耶稣的学生问耶稣讲：“这个譬喻是甚么意思？”耶稣甲因说明，伊讲：“上帝在野好的种子伫咱的心内。”耶稣讲：“有的人的心亲像路边的土地，因要听上帝的话，不过因听了魔鬼来，亲像鸟仔在食种子共款。”魔鬼对遐个人的心将道理抢去，也有人的心亲像石盘的土地，迄个土真浅。这款的人真欢喜听道理，上帝的道理伫因的心内开始做工。总是因拄着困难的时，因放松因的信心。耶稣讲，互刺仔抓爬的，是亲像一种会听道理的人的心。因有真侪意外的代志充满因的心，因无时间照上帝的话去行，因所看到的代志抓爬上帝的道理。好的土地是亲像一种会听上帝的话的人的心，上帝的话住伫因心内，亲像种子发起来结实。伫有的人的心，上帝的话亲像种子长大。结实100倍，有时也会通得比100倍较侪。第二课，搁一个农夫的故事。耶稣知影关系做园的代志，伊的父母是做园的，总是伫拿撒勒有真侪做园的人。耶稣常常去看因的园，看人伫园边做工，也有看因收割因的出产，伫因的树村。咱所读过迄个譬喻，是关系好的土地甲歹的土地。伫遮，耶稣有讲好的种子甲歹的种子。人若爱收成较济，伊就用真好的种子；若爱收成真济，就爱野伫好的土地，土地若歹，收成的时会收较少。关系遐的出产有真侪条件，出产甲水有关系，若无够水，出产就较少。所用的种子也是有关系。人若野一种的五谷的籽，
出产也是迄种。人若也好的五谷，出产也是好；人若也较歹的五谷，出产是较少。出产甲日头有关系，日光爱真拄好，若是过热也是毋好。日头若无照来，我阁袂大丛。耶稣讲，有一日有一个做饭的人去买好的麦仔种子，伊买上好的麦仔种子，伊知影若也上好的种子出产也真好，会通互伊的七寸到满满。迄个做饭的人买种子了后，伊去伊的园里野种子。暗时伊要困的时，伊一个对顶来野歹的种子，伫伊的土地，迄个种子是皮仔。麦仔布价的时，皮仔也布价。园主的萝卜来讲，头家啊，安怎有皮仔伫咱的园，甲麦仔做伙发起来？萝卜袂明白，因的头家讲，这是对顶来做的。园主的萝卜问伊讲，阮头皮爱起来好无？因的头家讲，毋通靠皮仔起来，加了连麦仔煞靠起来。收割的时，咱通先靠皮仔，以后咱通挂麦仔。麦仔要收入伫我的七寸，皮仔要用火家己烧。耶稣的学生家己问即个譬喻的意思。耶稣甲因讲：世间的人的心就是园，人子也好的种子伫因的心，总是魔鬼也歹的种子伫人的心。收割的时是世界的萝卜。天才就是收割的萝卜。上帝要叫好人入天堂，亲像麦仔入七仓。天才要收拾做歹的，迄伫火内。第三课，芥菜的譬喻。有一摆，耶稣说一个真短的譬喻，关系一粒芥菜籽。伊讲上帝的国是亲像一粒芥菜籽，芥菜的籽是真细，伊甲别项的种子比起来是第一细。总是芥菜大丛的时是真大。有一个做饭的人也一粒芥菜籽，迄粒无偌久发蛹，几个月以后变做一丛细丛树啊。到迄时，真侪鸟仔飞来歇伫树基。耶稣为什么讲一粒芥菜籽是亲像上帝的国？伊安尼讲，因为上帝的国伫起头的时，亲像芥菜籽真细，以后渐渐较大。耶稣开始讲上帝的国的时，伊拢无判。过几礼拜以后，伊有几若个学生入上帝的国。入上帝的国的人渐渐较济，所以耶稣讲上帝的国是亲像一粒芥菜籽，因为大声真细。芥菜继续大，上帝的国也继续大。过几个月以后，耶稣有12个学生，甲几若个富人人在跟队。一丛芥菜渐渐大丛，以后空中的鸟仔有来歇伫迄丛树基。耶稣讲上帝的国是亲像一粒芥菜籽，因为内面有活命继续在长大。一项物件若有活命，会继续大；一项物件若无活命，就袂大。上帝互芥菜籽有活命，上帝互入伊的国的人也有活命。过一摆，耶稣说一个真短的譬喻，
讲，有一个人也精子，精子无偌久不嫁。伫几日以后，做远的人有看见园仔，搁几个月以后会通收割。暗时，迄个做远的人在困的时，上帝互五谷渐渐大，日时、米时渐渐大。耶稣讲，这是亲像上帝的国，伫起头的时真细。就是耶稣家己来世间，每日每个月，伊咧教世人。几若年以后，上帝的国变作真大。即马伫大部分的所在，大部分的国家，有设置耶稣的教会。在教会设置伫遮尔济的国家。是亲像割菜树的枝，有个国家的教会也真细，有个国家教会真大，有个国家教会设置无偌久，伫几若个国家也未有设置教会。总是以后每一个国家要设置教会，因为教会有上帝的话名。所以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个所在的教会会变较大。第四课，好的真主的譬喻。耶稣真教用譬喻，互听的人着用头脑。耶稣讲，关系人常常看见，也是逐日用的物。伊用即款的譬喻说明属灵的真深的道理。若要说明真深的道理，真好的法度是讲一个譬喻。耶稣说遐个譬喻关系也正的人，因为人已经知影关系做远的人甲精子。对遐个譬喻，人有明白关系上帝较深的道理。安尼。耶稣常常说譬喻，耶稣住的国家真侪人有不治好的珍珠，逐人知影珍珠的价值，人拢捌看见，逐人知影因的价值真大。耶稣讲珍珠的譬喻，要说明上帝国的道理。伊说即个譬喻讲，有一个心理人要找好的珍珠。伊找到一粒不治好的珍珠，迄粒珍珠不值值钱，比伊所有的物件较价值。迄个心理人讲，这粒珍珠是真有价值的，比阮厝里的物件较有价值，比我所有的珍珠较有价值。我要去卖阮厝里的物件，我要去卖我所有的珍珠。安尼，我才会通买这粒不值值钱的珍珠。迄个心理人甲卖珍珠的人讲：“我想要买这粒珍珠，你爱偌济钱？”迄个在卖的人讲偌济。迄个爱买的心理人去卖伊的厝，伊卖伊所有的物件，伊卖伊所有的珍珠，伊所有的拢卖了。来买迄粒真大粒、阁真水的珍珠。伊去买迄粒珍珠的时，伊讲：“我现在有够钱通买迄粒珍珠。”耶稣讲，迄个心理人买了真欢喜。这是一个真好的譬喻，通说明上帝的国的深的道理。因为听耶稣讲的人拢捌看心理人买卖珍珠，逐人知影大粒的珍珠真有价值，逐人知影耶稣的意思是讲上帝的国真有价值。耶稣为什么讲上帝的国亲像迄个心理人买卖迄粒珍珠？伊的意思显示咱若要入上帝的国，咱着卖所有的。逐人伫心内着明白，耶稣爱因做什么。
有一摆，耶稣甲伊学生讲，一个人若无放下伊所有诶来群对我，伊袂通做我诶学生。第五课，天国是亲像掠鱼诶网仔。耶稣伫搁一个第二譬如讲，天国是亲像掠鱼诶网仔。伊讲，天国亲像网仔趴伫海面，网仔内有网着细尾时，也有网着大尾时，网仔内有网着逐款诶时，有诶是好，总是有诶是毋好。人看网仔起来诶时，因要看因所网诶是甚物款诶时，因看到因所网着诶有真侪款，也看出大部分诶鱼是好食诶，总是有几款是毋好食诶。因有看见几若尾收细尾，因有分别细尾诶甲大尾诶，收细尾诶，因有搁甲因ฮ็落海。有好食诶时，也有ฮ็落海；好诶时，因就用真济拿带转去。讲即个譬如，互住伫海边诶人听是真好。住伫海边诶人，若毋是家己去掠鱼，就是捌去看人掠鱼。因拢有看见讨食人诶蚱仔，但人捌看讨食诶人，要分别好诶时，甲歹诶时。耶稣诶几个学生捌住伫海边，因以前诶生活是掠鱼诶。耶稣用即个譬如，讲掠鱼诶网仔是亲像天国，网仔安怎是亲像天国？是有共款诶所在。伫天国，义人要对歹人分别出来。耶稣讲，伫世界诶落尾，因要受分别。伊讲，天使要出来对义人诶中间来分别歹人，因要迄歹人被火湖。耶稣为什么讲即个譬如？耶稣爱甲人讲，义甲歹爱分别，歹人拢要灭亡，义人要入天国。耶稣讲即个代志，要伫世间诶落尾实现。伫即世界有真济歹，上帝要叫世间人做伊诶囝儿，伊爱咱帮助较济世间人做伊诶囝儿。虽然世间人有好甲歹诶，有一日耶稣要甲因分别。即马上帝有永远派伫世间。世界诶落尾是甚物时？耶稣诶学生毋知影，别人也毋知影。耶稣诶学生问伊讲：即个世界诶末日是甚物时？耶稣应因讲：恁未通知影即项代志，无人知影即世界诶落尾是甚物时。天堂诶天使也毋知，只有伫天里诶上帝知影世界诶末日是甚物时。若有人答咱讲，伊知影世间诶末日是甚物时，咱通答伊讲毋知影，无人知影，只有上帝知影。第六课，天国是亲像一个家长。耶稣说一个短短的譬如，这个譬如只有一句话，圣经安尼写。所以，既若经学书做天国的学生的，是亲像家主对伊的库房摕出新的搭旧备的物件。这个譬如甲圣经真侪句话也有真深的意思。有时啊，圣经的一句真短的话，意思常常真深。咱即马来看即句话的譬如的意思，咱爱注意读，因为若无，咱毋知影意思。头一项是着爱注意迄句经学书。迄个时代，经学书有两个意思。第一是有学习写上帝律法的人。
人着写律法，一摆搁一摆，真济摆。因为伫因写的时代无有印刷机，现在人若要做一本册，会通用印刷机印真济本。以前的人无印刷机的时，因着一本一本用手来写。耶稣住伫世间真济年的以后，才有人发明印刷机。还未有印刷机的时，人着爱用手写册。要写册的人着学习，才会晓写好势。因着爱练习写真好看、真明的字。所以迄时的人看见学士是真老。第二个意思，见学士也是做老师的，互因教上帝的律法是真有意思。因为因写真济摆，所以因已经会暗念律法。见学士的意思是写律法的，甲教律法的。今嘛，咱来看这个句子的意思。这个句子甲咱讲，这款的老师是亲像一个家主，也就是家长。家长对伊的库房提出新的物件甲旧的物件。这个家长有一间库房，迄间的门拢锁起来，锁到真好势，因为内面有真济宝贝的物件。伊若爱写的宝贝的物件，家长就开门入去摕。伊出去的时，伊搁锁门。家长若搁爱写的宝贝的物件的时，伊搁开门入去摕物件出来，以后搁锁门。家长所摕出来的，也有新的物件，也有旧的物件。耶稣讲一个经学士底教是人，是亲像安尼。伊的头脑是亲像一间库房，伊对伊的头脑提出新的意见甲旧的意见。有的意见就是最近才有，别的意见就是真久就有。伊底教的时，伊用伊的新的意见甲旧的意见，互人较明白道理。若有老师要教天国的道理，也是同款。伊若要做起字，就用旧的意见甲新的意见。耶稣的起字也是安尼。好的老师用旧的起字甲新的起字做伙教示人。耶稣讲这个经学士的起字，是爱人知影上帝的教示，有新的甲旧的，拢真要紧。第7课，什么人通入天国？耶稣真济摆讲，人若看果子，都会通知影迄丛树仔是什么款的。耶稣讲，你袂通对树体挽着苦毒，只有苦毒树会结苦毒，对苦毒树才通挽着苦毒。树体发刺，树体只有刺若定。耶稣讲，好的树仔才会结好的果子。对果子，你通知影树仔是好的；歹的树仔简单会结歹的果子。对歹的果子，你会通知影树仔是歹的；好的树仔袂结歹的果子，歹的树仔袂结好的果子，人就要甲伊撮起来。逐丛无结好果子的树仔，就得互人做掉。人所做掉的树仔，会通摕去燃火拿掉。树仔若有结好的果子，就袂互人做起来。耶稣讲，亲像安尼会通对人所结的果子来认捌伊。无结好的果子的人，袂通入天堂。耶稣讲，叫我做爱的人，不是逐个拢会入天堂。只有行我的天父的旨意的人，才会通入去。第8日，真济人要讲，主啊，阮是伫你的名做善事，伫你的名行真济好事。迄时，我要甲因讲，我毋捌恁，因为恁是行歹的，恁袂通入我的国。
免惊歹代志的人，就离开我去。耶稣为什么无厌阮歹的人入天堂？天堂是真欢喜的所在，好人会通入去那定。上帝爱分别好人对歹人出来，人对看果子会通知影一项代志。若有一粒烂去的果子，甲好的果子下做伙用时，一粒烂去的果子会互两种的果子烂去。好的甲歹的果子就爱分别。天堂是完全的所在，歹人袂通入去遐害着好人，歹人袂通入去天堂。第八课，耶稣的学生安怎无紧食？圣经内的三本福音就是马太、马可甲路加，常常用差不多同款的话。马可写一个故事，写安尼：约翰的学生甲法利赛人当要紧食，因就群伊来甲伊讲：约翰的学生甲法利赛人的学生紧食，你的学生无紧食，是怎样？耶稣甲因讲：新囝婿甲好娶的人伫礼的时，因减会紧食吗？新囝婿要当伫礼，因袂紧食。若是时日要到，新囝婿要对因中间无去，迄日因就要紧食。咱要来三比马太所讲的这个故事。迄时约翰的学生就群伊讲：阮甲法利赛人斗紧食，若是你的学生无紧食，是怎样？耶稣甲因讲：新囝婿甲好娶的人减会哀伤吗？时日要到，新囝婿对因中间无去，迄时因就要紧食。马太安尼讲这个故事，伊讲这个故事甲马可讲的差不多同款。马可甲路加所讲的也是差不多同款，因只有用几句无同款的话，总是意思是同款。马可讲：新囝婿甲好娶的人伫礼的时，因减会紧食吗？马太讲：新囝婿甲好娶的人三角伫礼，好娶的人减会哀伤吗？差不多同款。马太用这句哀伤，马可用这句紧食，拢是差不多。犹太人哀伤的时，因得紧食。这句会互人较明白这个故事的意思。耶稣讲伊的学生无紧食，是因为伊甲因伫礼，因无哀伤，因真欢喜，因是亲像咧参加结婚式，互人请。遐尼欢喜。即马，咱来看伫路加同款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甲马可的也是差不多。因对伊讲：约翰的学生斗紧食祈祷，法利赛的学生也是安尼。若是你的学生也啉也食。耶稣对因讲：新囝婿甲好娶的人三角伫礼。减会互好娶的人紧食吗？若是日子要到，新囝婿对因中间无去，伫遐的日，因就要紧食。路加的故事甲马可的故事差不多同款，只有路加在讲约翰的学生斗紧食祈祷，马太甲马可无写迄句祈祷，毋过会使讲无差。因为人在紧食的时，因也在祈祷，因用紧食的时阵祈祷。实在紧食是一种的祈祷的法度。总是照耶稣教示人毋免哀伤甲紧食，才会通祈祷。甲上帝做伙行，甲讲话，应该互咱真快乐。是亲像人去咧参加结婚式，
互人者遐尼欢喜。耶稣是做新囝婿，所以咱毋免亲像法利赛人，因豆紧食。第9课，新的甲旧的。第8课，咱捌读关系耶稣的学生无紧食的因果。这个故事就是伫马可第2章、伫马太第9章、伫路加第5章。咱有读马太、马可甲路加所写的故事来相比。耶稣讲伊的学生无紧食，是因为因真欢喜，亲像参加结婚的人客。新囝婿甲因伫礼的时，因真欢喜。耶稣以后佫讲一个短的譬喻，伊要佫说明关系伊的学生无紧食的因果。这个譬喻是要继续迄个结婚的人客的迄个譬喻。马可伫第2章安尼写：无人用新布补旧衫，若有，就所补的迄块话求你意，就是新的话求你旧的，伊的破空会佫较大。耶稣的意思是甚物？伊的意思是紧食是亲像一领布衫，上帝的国是新的，上帝的国是亲像新布。毋通用新布补旧衫，因为无效。你洗新布的时，布会揪起；新布揪起的时，会丢入旧布。结果是破佫较大空。耶稣讲这个譬喻真有效。住伫犹太国的善长人，大部分爱穿布的衫，因的衫常常有补真济所在。比迄个时代。有时啊，一领衫有补100摆，总是因若要补衫的时，布就爱大先求水，以后才通用迄块布补衫，安尼才会合。若无安尼，新布会揪离旧衫，会破佫较大空。耶稣讲这个譬喻有甚物意思？伊是讲学生的心满意快乐，总是。紧食是表明哀伤，毋是表明快乐。所以耶稣的学生若是照犹太的旧的习惯来紧食，是无效。伫世间真济所在，会通看见善长人的衫有补真济位，有时啊会通看见伫一个人的衫有真大空。你通知影，伊有可能是用新布补旧衫。有一个少年的负责人读到这个譬喻的时，伊讲：“这是讲到我有真济新的也好的意见，总是我有缘照旧的习惯去行。我所相信的，甲我所行的无同款。对即马起，我所行的要表明我的信心。人听耶稣的道理，就爱离开歹的习惯。”行耶稣的路，来表明因的新的信心。第10课，葡萄园的工人。耶稣甲伊的学生行游伫犹太国的时，因有看见真济葡萄园。有一日，耶稣甲伊的学生讲。天国是亲像一个葡萄园。马太第20章有写这个譬喻。耶稣讲，有一摆有一个家长，一早起6点，伊去街仔要请人去伊的葡萄园做工。伊甲所请的人约束工钱1日9块，就叫因入去伊的葡萄园。差不多9点。这个家长搁去街仔，爱请较济的工人。伊搁看见有人营营伫车，伊甲因讲：“免去我的葡萄园做工，恁也约束工钱是9块，
遮个经营的人真欢喜去。中昼真大个时，家长搁去家仔要搁请工人，伊搁看见有人营营伫遮，伊搁一摆甲人约束讲：免去我的葡萄园做工，我要交苦互恁。遮个人真欢喜去。下晡差不多3点，还真热个时，迄个地长搁去家仔，看见还有人营营伫遮。因也欢喜去伊个葡萄园做工，伊嘛约束要交苦互因。下晡5点，伊搁去地仔，看见有人营营伫遮。即个地长问因讲：恁为什么规下晡营营徛伫遮？因应讲：因为无人要请阮。即个家长就请因，叫因去伊个葡萄园做工。到日落个时，未发工钱互工人。伊发工钱个时，逐个人白白交苦互因，就是对落尾个到大先来个人，拢是白济钱。遮个伫早起6点开始做工个人，摕到交苦个时，因中间有一个人真受气。即个家长问伊讲：你为什么受气？我早起兼毋是讲要交苦请恁，恁真欢喜来做工。即个工人讲：阮规日拢做工，做到真热。遮个落尾请的，做工1点钟久若着，因也袂热着，也袂甚物艰苦，总是你互因甲阮平济。迄个地长甲伊讲：朋友啊！恁欢喜甲我约束交苦，要甲我做工，恁为什么受气？我是爱好管害遮个规日营营无工通做的人，因为因是无钱通买米互因的囡仔食，我要好管害因。恁无应该受气，你应该照约束的工钱摕转去。第11课：好甲歹的萝卜。耶稣所住的国家，好掠人常常去旅行，去真远的所在，因的钱常常交互因的萝卜。伫马太第25章，耶稣讲一个关系一个好掠人的譬喻。一个人要去真远的所在旅行，好掠人叫伊的萝卜来，伊讲：我要去外国，我无伫咧的时，我有钱要交代恁。伊甲一个萝卜讲：我要交互你5000块，你着小心去做生意，趁钱。伊甲搁一个萝卜讲：我要交互你2000块，你着爱小心去做生意，趁钱。伊甲第三个萝卜讲：我要交互你1000块，你着小心去做生意，毋通平单。我转来的时，要甲你算数。以后，迄个好掠人倒去外国。有5000块的迄个萝卜想讲，这是真济钱，我若做生意，看会通搁趁5000块阿卖。若会通安尼，我的主人甲我算数的时，伊一定真欢喜。伊就准备做生意。第二个萝卜想讲，这是真济钱，我要做生意趁钱。即个第二个萝卜也用伊的2000块去做生意。领到1000块的迄个萝卜真平淡，伊想讲：我的主人是真严的人，我真惊伊，我才无爱用遮个钱去做生意。我要掘一个坑。伊去掘一个坑，藏埋伊的主人的钱。伊掘真深的坑，藏埋迄个钱。真久以后，遮个萝卜的主人对外国转来，伊叫伊遮个萝卜来要算数。
第一个萝卜来讲，你摕5000块互我去做生意，阁趁5000块。伊的主人讲：好啊，好，阁真重的萝卜。你伫少的代志已经真重，即马我要设立你来管真济个，你会通甲我30块落。第二个萝卜来算数的时，伊讲：我有阁趁2000块。主人讲：好啊，好，阁真重的萝卜。你伫少的已经真重，我要设立你来管真济个。你通甲我30块落，人若伫少的代志真重，要得到较济。最后，迄个领着1000块的萝卜入来，伊讲：主啊，你是真严的人，你要袂亚种的所在，就要收我，所以我真惊你。你去外国以后，我掘一个坑，放埋你所交代我的钱。我毋敢去做生意，就将你的钱甲伊藏密起来，好钱拢无失落。你的1000块伫遮，我要还你。伊的主人点点甲伊讲：歹，阁变大的萝卜啊！你知影我真严，了袂亚种的所在，就要收我。你应该去做生意，你应该去趁钱。你无爱趁钱。变到你将我的钱藏捌。以后，迄个好食人甲伊摕转来迄1000块，来互迄个有5000块的人。好食人阁讲，骨力用伊所有的气力，迄个人会得到较济。兵大无爱用伊所有的气力，迄个人要失落伊的福气。伊将迄个兵大的萝卜甲伊赶出去。第12课，原地的故事。路加第16章讲，关系一个无老实的原地的故事。耶稣讲，一个好食人有一个原地，这个原地在管好食人的家业。这个好食人听讲，伊的原地要浪费伊的家业。这个原地无正直，好食人叫伊的原地来。答伊讲：我有听人讲，你所做的代志是安怎？你无正直，你毋是好的原地，你要浪费我的家业，你无诚实。我要请新的原地来管我的家业，你的小铺就摕来生我。这个原地摕小铺来生伊的主人，伊的主人就甲伊讲：你对即马去，毋是我的原地。这个小铺我要互新的原地，毋免阁再浪费我的家业。这个原地感觉真见笑。原地的心内想讲：我要安怎？我无工作，做去这是见笑代。若是真粗重的工作，我嘛袂晓做。伊阁想讲：我想我着安尼做。我要帮衬这会欠主人的钱的人。以后，因要接来赶入因的厝内，我则毋免做乞食，毋免见笑。我要叫这会欠我的主人的钱的人来。我要问因每一个人，因有欠偌济。我要叫因捐一半若得。我要安尼算数。伊带先叫一个欠债的人来，问伊讲：你欠我的主人偌济？伊应讲：有100桶。原地甲伊讲：你的小铺互我看，我要写你欠50桶嘛定，你只有着先50桶油。这个欠债的人感觉真欢喜，原地的心内感觉较安心。伊打算伊毋免去做乞食。伊阁叫一个欠债的来甲伊问讲：你欠偌济？伊讲：我欠100石卖。原地甲伊讲：你的小铺互我，我要写80石。
今嘛，你只有欠80少，你要还的时是80少就好。迄个欠债的人感觉真欢喜，因为伊毋免还100少。主人听讲这个浪费伊的家业的管家所做的，伊叫管家来甲伊讲：你真牛，你甲欠我的债的人安尼算数是真有理，因为你家己有得到朋友。以后你毋免烦恼无工作，要来做乞食。耶稣的教示的意思是讲，亲像这个歹的管家，伊失到伊的工作的时，真头为着将来来打算，咱也着为着咱的灵魂的将来来打算。第13课，歹的萝卜。有一摆，耶稣的一个学生甲伊问讲：我着写遍我的兄弟到几摆？耶稣讲一个故事，互伊听。马太有写这个譬喻，天国是亲像一个国王要甲伊的萝卜算数，起头算的时，有带一个欠伊1000万银的来。这个萝卜无法度还1000万银，所以伊的主人明明就卖伊本人甲伊的母囝，连伊一切所有的来还。这个萝卜听伊讲安尼，就拍落拜托伊讲：主啊，拜托你宽容我，我要拢总还。伊的主人就宽容伊，搁赦免伊的罪。总是迄个萝卜出去，拄着伊一个当做萝卜的，欠伊100个囡仔，得到赦免的迄个萝卜掠第二个萝卜，找伊的颔棍，讲：你所欠的就还。当做萝卜的拍落，拜托伊讲：拜托你宽容我，我要还你。总是伊毋肯，伊搁找伊的颔棍，就去甲伊拐落监狱，来填报以前所欠的。这个当做萝卜的看见这个代志，就由文去甲主人讲：你赦免迄个人伊所欠的1000万银，你拢总赦免啦。总是伊真歹，伊毋肯赦免一个只有欠伊100银仔的萝卜。伊找伊的颔棍就去甲伊拐落监狱，来填报以前所欠的。这时国王叫迄个歹的萝卜来甲伊讲：你是一个真歹的萝卜，我赦免你的罪，我赦免你欠我遮尔济的罪，因为你拜托我宽容你。你是真歹的萝卜，你也着怜悯甲你当做萝卜的，亲像我怜悯你共款。总是你毋肯赦免伊，你找伊的颔棍去甲伊拐落监狱。迄个国王真受气，伊甲伊的兵仔讲，去甲伊拐落监狱，来填报以前拢总所欠的。所以兵仔找伊的颔棍。去甲伊拐落监狱。这个故事讲了，耶稣讲：安尼恁逐人无用心赦免你的兄弟，就我的天父也要安尼款待恁。第14课，苦行人得了杀戮。第六家有一个譬喻。关系一个好行人甲一个善良人。这个好行人穿紫色甲有地布的衫，这个好行的人会通穿亲像国王穿的紫色的有地布，因为真正有钱。伊请真侪人客来食饭的时，因拢看伊穿紫色有地布的衫。伫伊的大门口有一个乞食伫遐。伊的名是聂撒罗，聂撒罗所食的是好行人加留伫涂骹的一束大的物件。聂撒罗全身躯生疼，伊真痛苦。逐日伊倒伫好行人的门口，真痛苦。
一日过一日，伊的身躯若痛苦。伫门口遮有真侪狗仔，狗仔来饲伊生疼的位。猎杀到无朋友，只有狗仔做伊的朋友，因此伊的生疼的位，互伊较无痛苦。以后猎杀到因为伊真枵真痛苦，就死，去在赴伊到天堂。伫伊的祖先阿伯略罕遮，这个好食人也死，伊互人埋葬的时，也是穿紫色有地布的衫。总是伊的灵魂无去天堂，就去阴间。伊伫阴间的火焰中受痛苦，伊远远看见猎杀罗甲阿伯略罕伫天堂，伊就着讲。我的祖先阿伯略罕可怜我，找猎杀罗来阴间，摕一束仔水来食，互我的喙齿较凉。因为我伫火焰中，我的喙齿真烧，我真喙焦。伊感觉伊的喙齿若会较凉一束仔是真好。总是阿伯略罕甲伊讲：囝啊，着会记伫你住伫世间的时。你享受福气，猎杀罗受着痛苦。狗仔用喙齿饲伊的生疼的位，只有狗仔做伊的朋友。你无饭互伊，你无可能伊。伊即马伫天堂，你伫阴间。伫天堂甲阴间的中间有大深渊隔离，所以袂通对遮过去比遐，也是对遐过来冤者也袂使比。这个伫阴间火焰中的好食人讲：我的祖先阿伯略罕，若是安尼，我拜托你找猎杀罗去阮老爸的厝，因为我有5个兄弟。猎杀罗通可劝因反悔，伊通可劝因帮助善良人，伊通可劝因顺探上帝的话，伊通答因讲：因若来阴间，因会受火焰的痛苦。因毋通亲像我伫遮，连喙齿爱要较凉也无法度。伊通可劝因改变因的生活。总是阿伯略罕讲，因有摩西甲写的先知的话，因通听摩西的话，因通听写的先知的话。这个伫阴间的人讲：我的祖先阿伯略罕啊，袂啦。因无信摩西，总是若有人伫死人中去找因，因会反悔。阿伯略罕甲伊讲：因通听摩西的话，因若毋听摩西甲先知的话，就有人对死人中讲话，因也毋信。第15课，讲的好食人。有一日，有一个人来找耶稣讲：先生，请你叫我的兄弟甲我分阮老爸互阮的祖业。我的兄弟拢无爱甲我分。耶稣因讲：你这个人啊，什么人设立我做分家业的人？耶稣就对众人讲：我劝恁毋通贪心，无论什么人有贪心甲私心，是有罪。人的活命无伫伊所积聚的富有，毋通贪心别人的富有。耶稣就用譬如对因讲：有一个好食人，伊的产妇真丰收，伊收来收去，讲：我要安怎？我无所在通囤我的土产。伊就讲：我要安尼做，我要将我的七仓甲伊拆起来，起较大间，就我的土产拢要囤伫新的七仓。所以伊拆伊的七仓，搁起较大间。这间七仓比以前所拆起来的七仓加真大，伊就有所在通囤伊的土产。伊就甲伊的灵魂讲：灵魂啊，
你有真侪物件接触做真侪年的路用，打灵魂啊，你会通亲验人家快乐。若是上帝甲伊讲，工人啊，今暝要对你讨你的灵魂，就你所接触的每归什么人啊，你是一个工人。耶稣就搁讲，无论什么人为着家己接触财宝，伫上帝的面前嘛无好价，也是工人。无论什么人无用伊的富有帮赞善良人，是亲像迄个工人。无论什么人贪伊的厝边的富有，也是讲，恁毋通贪心。第16课，好的厝边。咱伫路加参读着好厝边的譬如，耶稣甲一个律法师讲一个譬如。迄个律法师问耶稣一个问题，耶稣无直接应伊。耶稣甲伊讲好厝边的故事。咱即马通读迄个故事是亲像路加写的，只有欠几句话。有一个教律法的先生起来试耶稣讲：“先生啊，我着怎样做才会得到永活？”耶稣对伊讲：“伫律法有记什么？你读了怎样？”律法师应讲：“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倚主你的上帝，也着倚厝边亲像家己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你因的是对，照安尼来行，就有永活。若是迄个律法师爱显明互众人知，伊家己是遵看律法，伊爱显明伊是一个义的人。伊问耶稣讲：什么人是我的厝边？耶稣应讲：有一个人对耶路撒冷落去耶利哥，拄着贼仔，因把伊的衫用真济力拍到半死走入去。拄好有一个祭司对迄条路要落去耶利哥，看见迄个受伤的人，祭司就先对迄边过去。搁拄好有一个利未人对迄条路要落去耶利哥，伊到迄个所在。看到迄个受伤的人，看了又原对迄边过去。搁拄好有一个撒玛利亚人骑驴仔对耶路撒冷要落去耶利哥的时，对遐过。迄个撒玛利亚人看见，就怜悯伊。撒玛利亚人拢无要紧，贼仔会过来阿伯，因为伊可能即个受伤的人，伊经我伊。用油甲酒添伫伊受伤的所在，伊拄好有油甲酒，伊添酒洗迄个人的伤，伊添油甲伊抹，伊所添的油甲酒，互受伤的人感觉较爽快。迄个受伤的人拢无气力，所以撒玛利亚人将家己的驴仔互伊骑，带伊到客店来照顾伊。第二，伊摕2个囡仔互店主，讲着照顾即个受伤无气力的人伫你的客店，所费若较济，我倒转来才顺利。了后，撒玛利亚人离开客店，搁去耶利哥。耶稣就问即个律法师讲：这3人中，你打算倒一个做拄着贼仔迄个人的厝边？迄个律法师讲：怜悯伊的就是。耶稣就甲伊讲：你去照安尼来行。第17课，一个演说。有一摆伫安息日，有一个法利赛的头人请耶稣食饭。耶稣看见主人所请食饭的人客，因入来的时拢见大贵，
耶稣就讲一个譬如，你互人车去赴婚姻的宴下，唔通点大为济，行了比你较尊贵的也互伊请。主人就要来甲你讲，你为互即个人，你去坐别位，安尼你就见效，就摕去坐别位。所以，互人请的时，应该就去坐西位。主人就来甲你讲，朋友，你真谦卑，你为什么坐伫西位？请你起来去坐大位。这时，你被监督的人，甲主人的面前就有体面，因为你若自觉的要互伊降低，家己谦卑的要高升伊。耶稣也甲请伊的人讲，你被办中昼顿，还是下昏顿，唔通请你的朋友，还是兄弟，还是好家的厝边，行了因果请你就受报答。若是你着请山上的、破伤的、歹脚的、青眉的，你就有福气，因为因未通报答，搁请你来报答。当道的一人甲耶稣讲，会通被上帝的国来赴宴下的人有福气。若是耶稣讲，有一人被办大宴下，请真侪人，到尾食的时，找伊的萝卜甲所请的人讲，就来，逐项拢准备便啦。众人拢开时，头一个甲萝卜讲，我有买田园，果不将就去看卖咧。真实的，我未放弃。搁一个人讲，我有买牛无对，果不将就去看卖咧。真实的，我未放弃。搁一个讲，我拄则结婚，所以未放弃。真实的，萝卜倒去甲伊的主人讲，你所请的人客拢来批时，一个有买田园，讲果不将就去看；搁一个有买牛，讲果不将就去看卖咧。一个带某则未通来，我无法度勉强因来。主人真受气讲，为着田园、牛、某来批时，是真无意思。唔免勉强因来，真正出去到城内的大街小巷，带遮个山上的、破旧的、青梅的、歹脚的来遮。你出去伫路呢，甲篱笆边勉强人入来，你勉强因入来，互我的厝内满满。因为我甲你讲，前所请的无一人会伫食我的宴下。伊的萝卜去带山上的、破旧的、歹脚的、青梅的入来，互厝内满满。主人真欢喜，互伊请的人也真欢喜。第18课，顶头生。有一个犹太人的官，名叫尼哥底母。这个人按时来找耶稣，因要讲话的时，伫外面风被吹，因有听到风的声。尼哥底母甲耶稣讲：“先生，阮知影你是对上帝来的教师，若是上帝甲伊伫咧，就无人会通行你所行的这样新者。”耶稣应伊讲。我实在甲你讲，人若无顶头生，就袂通入上帝的国。尼哥底母对伊讲，人一定老，怎样会顶头生？准备高入老母的腹肚来生嘛？耶稣因讲，我实在甲你讲，人若无对水、对圣灵来生，就袂通入上帝的国。对肉体生的是肉体，对灵生的是灵。我的意思不是你对肉体生，客气的肉体未通承接上帝的国。你得靠着顶头生，
你毋通掠做奇怪。风出在意思来吹，你通听见风的声，总是你毋知风对倒位来，对倒位去。你袂通看见风，你会通听见风的声。既若对生灵说的也是安尼，你个底无因伊讲，怎样会安尼啊？耶稣因伊讲，你是做犹太人的先生，也毋知即个吗？我实在甲你讲，阮是讲阮所知的，变成阮所看见的。若是你毋接纳阮的见证，我甲恁讲地上的代志。恁尚且毋信，若答恁讲天顶的代志，恁歹要信。无人捌就起，只有对天降落的真主，伊知影哪定。真主着受死，互记若信伊的人会得到永活。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小数世间，互记若信伊的人袂评论，会得到永活。伊拆世间到安尼。上帝找囝入世间，原是要审判世间。上帝找人子来要互世间对伊得到救。既若信伊的人无受审判，既若毋信的人已经受审判，因为伊毋信上帝独生囝的名。因受审判，因为光入世间要救人。人爱暗，因无爱光，因为因所行是歹。既若行歹的无爱光，伊行光，因为光会显明伊的所行。既若行好的，真爱光，无爱暗，伊爱上帝甲人看伊所行的，伊袂受审判。第10课，10个查某囡仔。耶稣常常去橄榄山祈祷，这个山叫做橄榄山，因为有真侪丛橄榄树伫遐。橄榄山离耶路撒冷无真远。有一天，耶稣坐伫橄榄山的时，伊的学生见我伊讲：“请答阮讲，你过来，甲世界的落尾有甚物条头？”耶稣因讲：“恁着谨慎，毋通互人迷惑。因为免有真侪人伫我的名来讲，我是基督，来迷惑真侪人。迄时若有人答你讲，你看基督伫遮，还是讲伫遐，毋通互因迷惑，因为免有这个基督起来夹着头，因爱迷惑人，连我竞选的百姓也要迷惑因，所以恁着谨慎，毋通互因迷惑去。恁着避반殿，因为恁无拍算的时，人子来啦，无人通拍算伊甚物时要来，连天顶的披萨也毋知，囝也家己袂通拍算是迄时，只有天父通拍算囝甚物时会过来。耶稣犹阁坐伫橄榄山讲一个譬子。天国是亲像10个查某囡仔举因的顶出去领子神竞赛，其中5个功利，5个较聪明的，5个举因的顶无连偌大点的油，聪明的举因的顶连偌大油伫因的管仔，因当在徛头要领子神竞赛。竞赛因前真久，已经前到半暝。遐个查某囡仔三问讲。竞赛是安怎因前遐久？因就拢拄久，因拄久到半暝。伫半暝有人真大声地叫讲：竞赛来啦！大家出来领子，毋通阁拄久。遐个底拄久的查某囡仔起来收整因的顶，戆个甲聪明的讲：竞赛因前遮久，阮的顶要花啦，请将恁的油分阮。阮无够油，阮的顶要花啦，恁伫恁的管仔有油。总是聪明的应讲，惊了阮无够油，较好是恁较紧去店里，
家己买油才来领去竞赛。因去买油的时，因着延前真久，因为卖油的人在困，因无卡算地延前遮久。因在买油的时，竞赛到，遐个地板边的甲伊入婚姻的音社，门就关。然后其有个查某囡仔也来讲：主啊，主啊，甲阮开门。若是伊应讲，我实在甲恁讲，我毋捌恁，恁未通入婚姻的音社。耶稣就甲伊的学生讲：恁着丢伫，恁毋知迄日迄时，人子无一定什么时要来。第20课，世间的原则。耶稣讲一个譬如，互咱通知影，咱着互腹肚枵的人食，互喙焦的人啉，咱着互出外的人住，互吞腹体的人穿，咱着看顾破病的人，甲受拐伫家宅的人。马太写讲，耶稣伫迦拿山讲一个譬如，耶稣安尼讲。当人子伫伊的应当甲隆重的天使来的时，伊要坐伫伊的应当的座位，伫伊座位的面前，万国的百姓要自责，万国的人要自责，因为爱受审判。耶稣就要分别万国的百姓，亲像一个牧者分别绵羊离开山羊，绵羊要伫牧者的正边。山羊要伫牧者的倒边。耶稣的意思毋是一个国家的百姓是绵羊，别个国家的百姓是山羊。耶稣的意思是每一个国家的百姓，每一个分别，亲像牧者分别绵羊甲山羊。耶稣讲，迄时人子要甲正面的讲，恁对我的爸得到分辨的。进前来成结果，就是对创造世间以来甲恁背叛的。因为我枵，恁捌互我食；我喙焦，恁互我啉；我出外，恁互我住；我藏腹体，恁互我穿；我破病，恁看顾我；我伫家呢，恁来找我。迄时，义人要应伊讲：主啊！阮心里时看见你枵，来互你食；喙焦来互你啉。心里时看见你出外，来互你住；藏腹体来互你穿。心里时看见你看病，还是伫家呢，来找你。人子要应义人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恁既然徛伫我的兄弟，互人看无起的人。就是徛伫我，恁若互人所看无起的兄弟食，还是互喙焦的啉，还是互出外的住，还是互藏腹体的穿。恁若照顾破病的，还是去找伫家呢的，恁就是徛伫我。义人要入耶稣的国，人子阁要甲倒边的讲，恁受咒诅的，就离开我。入永远的火，就是为着魔鬼甲伊遮的使者所背叛的。恁受咒诅，因为我枵，恁毋捌互我食；我喙焦，恁毋捌互我啉；我出外，恁毋捌互我住；我藏腹体，恁毋捌互我穿；我看病甲伫家呢，恁毋捌看顾我。遐个受咒诅的也要应讲：主啊，阮心里时看见你枵，还是喙焦，还是出外，还是藏腹体，还是破病，还是伫家呢，无来服侍你啊！人子就要应受咒诅的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恁既然无徛伫遮互人看无起的，就是无徛伫我。这受咒诅的要起入永远的刑罚，若是义的人要得到永远活。
第21课，有福气的人。有一天，耶稣看见规阵的人就爬上山。耶稣已经坐咧，伊的学生就近伊。耶稣开嘴用真奇妙的话甲示因，伊讲：心内善良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；忧闷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受安慰；温柔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承接土地；枵嘴焦心无忌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；怜悯人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怜悯；生气心乖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看见上帝；可人和平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称作上帝的囝；为着义不受困住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马太写耶稣这的话，咱来看耶稣的意思。忧闷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受安慰。耶稣讲忧闷的人，伊的意思是甚物？遐个人为甚物忧闷？可能因忧闷，因为因所疼的一个人死去。咱拢捌为着老爸，还是老母，还是兄弟姊妹，还是朋友的死就忧闷。咱真侪人知影耶稣的意思，伊讲咱会得到安慰。咱祈祷的时，咱有得到真奇妙的安慰。咱感觉是亲像耶稣甲咱讲，恁通受安慰。恁所疼的人是甲我伫咧。咱若捌忧闷，咱知影耶稣所讲的是实在的话，咱有得到奇妙的安慰。耶稣就讲，温柔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承接土地。伊的意思是甚物？甚物款的人叫做温柔的人？因无家己掠做尊贵，因无爱出风头。温柔的人无爱麻烦人，也无爱得人冤家。温柔的人欢喜接受别人的教示。耶稣讲这款的人要承接土地，这是甚物意思？上帝爱这款温柔佮安静的人，这款的人要承接天国。耶稣讲，枵嘴焦心无忌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。伊的意思是甚物？心无忌的人要得到饱，就是满足，因为上帝爱人做义人。上帝欢喜人亲像枵嘴焦暗暝内心无意的话，上帝就互这款的人内心奇妙的满足。最恶袂互人满足，咱若欢喜上帝的话，咱内心要得到满足。怜悯人的人会赦免害伊的人，怜悯人的人会通对伊的朋友得到怜悯，也对上帝得到怜悯。怜悯也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帮助别人。咱若安尼做，耶稣讲，咱就要对上帝得到怜悯。耶稣讲，生气心乖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看见上帝。伊的意思是甚物？生气心乖的意思是心内好。生气心乖的人无有歹的思想。生气心乖也是讲人对话的时，唔通对话做歹。耶稣讲，为着义不受困住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伊的意思是甚物？受困住的意思是受压迫。有时咱因为惊上帝的路，会互别人贷款贷。耶稣讲，咱若因为安尼受压迫，咱得承接天国。咱若互人贷款贷困住的时，咱就会记伫这节圣经，才会得到真大的安慰。总是咱着注意一项，是毋是咱受压迫是因为咱行好？
咱若因为惊歹来受压迫，咱是无福气，咱着悔改。第22课，着紧紧好好。耶稣叫咱做一项真恶做的代志，就是咱着徛咱的对着。耶稣讲，咱毋通甲兄弟冤家，免甲伊受气也袂使的。咱感觉这真恶。耶稣是安尼讲。恁捌听见有对古早人讲，毋通害死人，害死人的着受审判。总是我甲恁讲，既若甲伊的兄弟受气的，着受审判。耶稣的意思可能是伫原日上帝要审判，冤家是违背起来的律法，咱已经读关系审判的字。耶稣讲，其实好人甲歹人，亲像绵羊甲山羊爱分别。耶稣阁讲，既若对伊的兄弟讲无理的，着受地极的火。无理的意思就是戆人。人若讲一句无理戆人来骂人，伊会审判真重。这也是讲末日的审判的款。咱读迄个譬如关系绵羊甲山羊的分别的日个时，咱也读关系地狱。伫迄个譬如，耶稣讲歹人要去受永远的火。迄个譬如虽然无用七句地狱，毋过永远的火伫地狱。冤家是属伫地狱，毋是属伫天堂。咱连续读耶稣的话。所以你若兑现你的礼物伫这段，也伫遮记伫你的兄弟有怨道理，就伫遮放下你的礼物伫大前，来身体甲你的兄弟和好，然后来献你的礼物。耶稣讲，咱若甲人有怨道的时，咱若要献什么互上帝是无路用。耶稣讲，人甲咱有怨道的时，咱着得先甲因和好，咱才通献互上帝。咱知影人看这是真恶做。耶稣继续讲，你要甲你的对敌伫路面，着决断紧紧甲伊和好，惊了对敌打你交互审判官，你就受怪落担。我实在甲你讲，即时连一声你若还袂行。伊决断袂通对写出来。用别款的话，耶稣就是讲，咱若甲人冤家，咱毋通互人去法院甲咱告，惊了咱互关伫家达，了未到法院的时，咱决断着赶紧甲告咱的人和好。耶稣讲，咱若无爱甲告咱的人和好，上帝袂帮助咱。所以，咱若甲别人受气，还是互别人甲咱受气，咱决断着爱甲伊和好，哪紧哪好。咱毋通甲告咱的人去法院，咱着赶紧解决咱的冤家。第23课，着徛对着。咱即马要讲关系圣经内上恶做的假事，耶稣讲，咱着徛咱的对着，这是真恶做。咱以前感觉做袂到，咱甲对着相拍，咱完全对着甲因相抬。大部分的人看到即句，若恶做，也无意思爱做。咱叫耶稣，主啊，主啊。总是咱无照伊的教示，咱相拍甲怨恨的时，咱是反对耶稣的教示。耶稣讲，恁捌听见有一句话讲，一粒目睭陪一粒目睭，喙齿陪喙齿。若是我甲恁讲，无得甲歹抵着，若有人先你这边的喙皮，倒边的喙皮也挖互伊。有人爱告你，摕你的内衫，外衫也放互伊；有人勉强你行一里路，就甲伊行2里。安尼
虽然你的身躯较有食开，你的灵魂真有福气。用别句话来讲，咱拢毋通甲别人受气，着常常甲人和好，也着互别人知影咱徛伊，也爱帮咱因。所以人若摕你的内衫，着用这新年挂衫煞互因。因若叫你甲因行1里路，你着甲因行2-3里路，也毋通甲因受气。目睭陪目睭，喙齿陪喙齿的意思，是若有人拍断你的一齿喙齿，你会使拍断伊的一齿；若有人拍歹你的一蕊目睭，你会使拍歹伊的一蕊。总是耶稣讲，无敌强歹报歹，拢毋通相拍。你想，这件毋是讲人拢毋通怨心，毋通甲歹人对着。若有人说你正甜的喙皮，倒定的也越好意。伊说你的喙皮的时，你着表面温柔，越好意。伊说你的喙皮的时，伊若看见你无受气，搁越好意，伊就知影你无要甲伊对着。安尼你是照耶稣的教示去行。你可能会讲，人若拍我袂通无受气。这有影是对，这真困难。总是耶稣有安尼做，我可以的人也会通安尼做。咱毋通受气，这是真要紧。咱着搁看耶稣的教示，明捌听见有话讲，着徛你的厝边，怨恨你的对着。若是我甲恁讲，甲你对着的，着徛因；甲恁困着的，着替因祈祷，互恁遮做恁伫起年的爸的囝，因为伊互伊的日头起来，照着歹人甲好人，也用互水压着义的甲不义的人。所以恁着顺转，亲像恁的天父的顺转。咱若无冤家相拍，咱是照耶稣的教示，咱坚定通无冤家，无相拍。咱若无甲咱的对着比较，用诚心来款待因，咱才会通做耶稣的学生。耶稣听伊的对着，伊叫咱我可以的人也着安尼做。第24课，主的祈祷文。咱伫即几课有读耶稣伫一个山顶的讲道，这是世间上好的讲道，就是伫马太第5、6、7章所写的。真济真道的宗教家学了这个讲道，因讲这篇道理包含上要紧的教示，总是伫遐个上大的宗教家的重担，真少有气力通照这个教示去行。若无有耶稣的气力，拢无法度通行。伫马太第6章、甲路加第11章，耶稣教示咱安怎祈祷。伊讲：恁若要摕什么互善上人，你毋通互别人知影，你着秘密互善上人。第好的人爱互人知影因帮赞善上人，因爱人学到因。你若要送什么互善上人，你毋通互你的倒手知影你的正手的所做，着秘密互善上人。就你的天父要看见你伫秘密所做的来报答你。你祈祷的时，也毋通亲像假好的人。因爱徛伫街仔路啊，是会堂祈祷，要互人看见来学到因。人的学到是因的报赏，上帝无要报赏因，学到因，因为上帝无爱因做假好的人。要祈祷的时，着入你的房间，关门，求你的天父。你的天父就监察你的祈祷，来报答你。恁祈祷的时，毋通念真济话，亲像人伫念经。有的人伫拍算讲真济话，
才得到听见。你毋通恶因，因为你要未救的大圣，恁的天父已经知影恁所欠人的，所以恁着安尼祈祷。阮伫起面的父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面亲像伫起面。阮的日时，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地市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恁若赦免人的过失，恁的父也要赦免恁；恁若无赦免人的过失，恁的天父也无要赦免恁的过失。咱毋通忽略主的教示。主的祈祷文有包含遮个字：圣、日式、辜负、是。咱要说明遮个字的意思。圣就是清气，嘛有迄个尊贵的意思，袂通随便来敬我。辜负是咱的过失，咱的罪。伫路加第11章第4节，耶稣是讲赦免阮的罪，因为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罪就是犯着上帝的律法，这包含两种的毋对。亲像咱若贷款贷厝边，也算做罪。耶稣讲辜负也包含咱应该做，毋过无做好的代志。咱若赦免别人对咱的毋对，上帝才要赦免咱的毋对。咱毋通忽略赦免人。日食是逐日所爱食的物件。试的意思是试探，目的互咱拄着试探。主的祈祷文是世间人常常用的祈祷，可能恁已经暗念过，也常常用。咱若用这个祈祷的时，咱就爱受每一字的意思，毋通忽略，就照安尼去行。第25课，大先求上帝的国。今仔日咱要继续读耶稣伫山顶所讲的教示，就是伫马太第6章19节到34节。耶稣讲，无得这自在宝伫世间，有虫甲蟀下拍歹，也有贼仔野空偷摕，独独为着家己这自在宝伫天面。虫甲蟀无拍歹，也无贼仔野空偷摕。因为恁的财宝伫遐，恁的心也要伫遐。有时人要问讲，安怎袂通伫世间甲天面中即自财宝？可见人比善良人较有机会通做好事。耶稣有甲咱解答这个问题：无人会服侍两个主人，因为伊会怨恨这个，疼这个，还是会对重这个。看轻这个，恁袂通服侍上帝，煞服侍钱财。咱若要试看卖咧，咱得亲像人讲，双脚踏双船，到尾着沉沦。所以耶稣第25节有讲：我甲恁讲，你们通看入恁的性命，要食什么，要啉什么，也是恁的身躯要穿什么。恁的性命减无较大伫美牛，也恁的身躯减无较大伫衫裤。耶稣第31节也讲，毋通看入讲，阮要食什么，要啉什么，要穿什么。恁的天父也知影遮个拢是恁所欠用的，独独你着大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，就遮个物拢要煞互恁。有济人因一世人为着财宝来打拼，忽略耶稣伫遮所讲的教示。有的人讲因有疼耶稣，毋过忽略伊的教示。耶稣讲因是戆人，伊讲若是一个聪明的人，
伊无一世人为着财宝来打拼，因为伫世间有虫甲蟀会淘汰，也有贼仔也通偷摕。咱若到较老的时，就知影咱单单积聚财宝，未通互咱满足。有时虫也是先会淘汰咱所积聚的，也是贼仔来偷摕，也无一定。如果有一项代志，人一定会拄着，迄就是死。人若死的时，虽然有积聚真济财宝，总是连一项都未通带去。若单单安尼，人只有为着家己积聚财宝，到审判的时，上帝要甲伊讲：你是恶人，你知影世间有真济欠缺的人，你积聚财宝拢无帮助因。人若不着世间的欠缺的人，上帝的确要定因的罪。恁若积聚财宝伫天面，咱的财宝永远离无去。因为伫天面无有虫甲蟀，也无贼仔来偷摕。因为安尼，耶稣讲，着积聚财宝伫天面。耶稣讲，毋通为着即世间所有一切的物来看路，毋通为着要食什么、要穿什么来看路，拢毋免看路。恁着我靠恁的谦卑。伊知影恁的需要，也要照安尼互恁，所以毋免为着明仔载看路。恁为着明仔载看路，也是无路用。到明仔载，上帝会帮助恁。恁若有信心，毋免看路明仔载的代志。今仔日的艰苦，伫今仔日就到遮。